呀，點解一轉季就爛面啊？唔好再怪天氣啦。皮膚專家有個講法，你嘅皮膚唔係敏感，而係棘住咗，仲未醒返啫。你諗下，由夏天又熱又濕嗰個毛，突然之間轉去又乾又凍嘅秋冬毛，你嘅皮膚係咪都轉唔切 channel 啊？成個人都輕晒機啦。嗱，呢個咧就係皮膚嘅 jet lag 啦。講得明白啲，你塊面仲活喺上一個季節，佢根本都仲未醒返。你知唔知最攞命係咩啊？個皮膚都輕緊機啦，你仲不斷咁撳佢個掣，皮膚都又乾又凍啦。你仲用緊夏天用嘅控油洗面奶，濕度都唔知降到幾多個 percent 啦。你仲用緊好清爽嘅啫喱，咁就等於你部手機棘住咗，操作唔到，你仲狂撳落去啲 apps， 做乜啫？部手機唔興就假啦。咁點樣可以幫輕機嘅皮膚 restart 呢？記住呢兩步，每次轉季都可以救到你一命嘅。第一步，強制關機，先停晒所有嘢，用最溫和、最基本嘅養膚階段，等個皮膚可以冷靜一下先。第二步，適應咗之後，我哋再慢慢加插翻應有用嘅產品，同埋調整翻佢應有嘅份量，咁就係適合當季嘅修復模式噶啦。當然，知道方法只係第一步，知道用乜嘢產品去 restart 我哋嘅皮膚先係個關鍵。為咗大家唔使再行冤枉路，我用咗幾個禮拜時間，幫大家整理咗一份超詳細嘅皮膚重開機終極指南，裏面有詳細嘅換季護膚品清單，仲有頭先以上我講嘅兩個重要階段要使用嘅推薦王牌修復成分同埋產品嘅類型。想要嘅喺下面留言 restart， 我將我嘅護膚秘笈都 send 俾你。記得要分享埋你身邊成日轉季皮膚會輕機嘅朋友啊！